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律师竟然变做诈骗集团的军师。台北地检署侦办一件诈欺案，意外来发现有律师表面上是陪车手去问笔录，事实上是偷偷把侦办的内容泄露给诈骗集团的带头，还佫牵入来追查不得了。涉案的律师一大关有16个人，而且佫有实习的律师甲会计师。即摆16个律师甲一个会计甲一个助理，总共18个拢互起诉。黄基上北京复审，看到媒体的翕，甚至越过头甲镜头引。生地律师这回正做被告，伊个是诈骗集团的军师。其他被告嘛拢有律师的身份，也有会计师和实习的律师。透过生地律师看线，直接着委任就和助理分工，发包分派，配合的律师分布专台，担任车手的辩护人。被侦讯当时监控车手，确认被公司顶有以外，嘛利用越境的机会，将笔录的内容记录个，这个回报给诈骗集团，每一件是4万块。律师头每个月赚超过300万，各找会计系学弟提领转销设长点，涉犯组织盗窃秘密含洗钱罪，检方这边将18人拢起诉。律师头去互检方求处9年的重刑，因为伊方羁押伫看守所的时阵，佮透过其他律师律见的机会，将社群平台小号甲密码交互助理，将和中间人问案情和委任中的内容拢总态度，2个人拢去互法院鉴定有串证甲灭证的记录，裁定延长羁押3个月。助理强调讲是听命令来做代志，唔知头家竟然是犯罪集团的成员，想要盗窃执政。检警除了扫动发包中心的律师官司团，卖继续追查诈骗集团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